繼續來關心委內瑞拉是連續發生規模7.2甲7.5的大地震，目前至少已經造成188人死亡，超過1500人受傷，還有157個人失蹤，嘛造成上百棟的厝體崩起。這搜救人員攏趕緊在咧找找受困的民眾。委內瑞拉國家電視台對空中翕到這個連兩屆大地震重災區，首都卡拉卡斯北邊30公里的拉瓜伊拉州斷離倒壁。聯合國統計，當地有超過100棟的厝體崩起，包括出名地標13樓高的愛德華飯店。不少民眾下落不明，家屬希望軍隊會當加入救災。大地震了後，拉瓜伊拉州當地有商店隨去用搶劫。根據英國洛士會統計，委內瑞拉原本就有大約790萬人需要援助。這場大地震造成人道危機愈來愈嚴重。首都卡拉卡斯同款有災情，有數十棟的厝體崩起。講到這個連兩屆大地震的損害，居民是心驚驚。Cosas empezaron a caerse al piso, las paredes, fue horrible. Verá que el que no vivió ese momento nunca lo va a saber. 這個是委內瑞拉自1900年以來上屆嚴重的地震，有真濟受災戶攏是差不多1970年代進前所起造的，攏唔是用抗地震的鋼筋，敢若是用磚仔貼，攏無保強過，所以才有嚴重的災情。專家指出，委內瑞拉北部正就佇咧加勒比板塊甲南美洲板塊交界，這兩個板塊佇遮小下小克，能量放出來就會發生地震。La falla se activa en un sector inicialmente y eso carga las tensiones en otro sector de la falla, gatillando la falla siguiente. Entonces hay solamente unos cuantos segundos, ¿no? Del orden de 40 segundos de diferencia entre un sismo y el otro, de modo que uno es el gatillante del otro. 卡拉卡斯當地搜救人員繼續對厝殼內底救出已經犧牲的災民。美國地質調查所估計，這個大地震可能有超過1萬人死亡。搜救人員繼續咧搶救，全力救人。公視新聞，景元慶編譯。